大家好，咁啱啱呢個禮拜呢，中國佢就出咗一個最新嘅綠色債券嘅框架啦，就係基本上係國家第一個發出嘅有關綠色金融嘅一個指導嘅框架啦。咁呢個框架呢，就佢喺倫敦嘅時候已經用咗去嚟發債㗎啦。咁啊發咗超過60億嘅一個綠債啦。咁今次呢一個新聞呢，其實都係一個幾指標性嘅一個報導啦，因為其實國家呢，其實之前係從來都冇發過綠債啦，呢次係第一次啦。咁其實好多唔同嘅即係世界各地嘅國家呢，好多都已經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啦，咁其實佢都出咗個綠債。咁變相其實中國有一個咁大嘅經濟體咧，咁佢出一個綠色框架，其實都係一個國際嘅一個新聞嚟嘅。咁我想今日其實係睇一睇中國呢一個綠色債券嘅框架嘅一啲特色啦，同埋喺佢背後其實佢有啲咩考慮嘅。咁睇返其實呢一個綠色債券框架咧，真係延續咗佢本身國家對佢哋一個綠色轉型嘅一個願景係啲乜嘢啦。咁其實喺裡面亦都有再重申一次，其實佢哋嗰個綠色發展究竟可以點樣行呢？咁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 consistency 喺裡面嘅。咁你睇到咧，其實佢已經有一個好明確嘅timeline 啦。咁個 timeline 就係喺2027年嘅時候咧，咁綠色低碳發展咧就會深入推進。其實喺過去嘅10幾20年咧，其實一直都已經係做緊㗎啦。咁我都睇咗好多唔同嘅視頻，有關佢哋嘅一啲綠色綠化嘅一啲成果啦。譬如黃土高原嗰度以前係真係一個好即係一毛不拔嘅一個沙漠嚟嘅。咁經過佢哋咁多年嘅一啲植樹啊，即係好有規模，亦都好有系統去做呢一樣嘢咧。其實今時今日咧，你睇到黃土高原咧，已經係一片綠色嘅土地嚟㗎啦。咁亦都唔係純粹講佢哋個環境啦，當然係產業嗰方面其實都已經有好大嘅發展啦。咁你見到佢哋譬如新能源產業啊，新能源汽車啊，各樣呢啲咁樣嘅產業咧，其實都已經係發展得好成熟㗎啦，亦都係全球裏面數一數二，即係都唔係數一數二嘅，其實都係好多時都係 number one 嘅業界嘅一個業者嚟嘅。咁佢哋所以睇到話2027年其實2年嘅時間，咁佢喺嗰個時間就應該係有一個綠色低碳發展嘅深入推進啦，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持續減少，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提升，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得到優化，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不斷增強，城鄉人居環境明顯改善，國家生態安全有效保障，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更加健全，形成一批實踐樣板，美麗中國建設成效顯著。咁佢咁樣講呢，其實當然產業發展係其中一個方面啦，就其實都做得好好噶啦。咁但係反而呢，因為產業嘅發展呢，令到其實環境呢同一時間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衍生咗出嚟啦。其實大家都好明白噶啦。咁亦都我都幾surprise 啦，其實國家都會提出，其實佢哋所謂嘅綠色發展咧，好重要，真係要 focus 翻喺佢哋嘅污染嗰個問題嗰度，即係污染係排放物啦，可能係排放氣體啦，亦都可能係同生態環境有關啦嘅一啲污染，牽涉水資源嘅污染，牽涉土地資源嘅污染等等呢啲咧，其實都係佢哋喺佢哋嗰個綠色發展裡面嗰個願景裏面咧，係擺喺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喺裡面嘅。因為其實對佢哋嚟講，產業發展係同一時間佢哋都要去平衡翻嗰個環境嘅破壞。咁所以呢樣嘢咧，佢哋都希望係同一時間係會喺國家層面嗰方面咧，係會逐漸去加快去推進去改善嘅。
咁2030年咧，佢哋就希望個重點領域嘅綠色轉型就取得積極嘅發展啦。咁綠色生產方式同生活方式就基本形成。咁即係話其實佢哋唔同嘅產業，其實而家一路都講緊佢哋好多行業嘅升級啊，其實都會包括低碳發展呢一樣嘢嘅。咁佢喺2030年就希望當然產業嗰度其實所有嘅生產方式啊，都會可以真係做得到去一個綠色嘅一個轉型啦。咁就希望即係當然係排放少啲啦，低碳唔係淨係講緊二氧化碳嘅，唔係其實成日講緊溫室效應嘅，其實都講緊其他嘅污染物。咁所以中國嗰個綠色轉型嗰度咧，其實佢不嬲都係涵括好多嘢嘅，即係唔同話歐洲啊，佢哋就比較即係着重喺二氧化碳方面，因為其實佢哋嗰個污染其實個問題冇中國嗰個問題咁大啦。咁所以佢哋呢一個綠色生產方式，亦都係希望佢喺2030年嗰度係可以做得到啦。咁我諗佢哋唔同嘅產業係好多重工業啦，重工業好似鋼鐵啊等等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好重污染同埋排放好高嘅一啲產業嚟嘅。咁我哋過去好多年其實即係喺呢個內卷嘅情況之下，其實同一時間亦都係想啲公司即係上啲鋼鐵嘅公司啦，佢哋生產嘅方式咧係更加零更加低污染啦。咁所以其實政府都一向都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去推動嘅。咁去到2035年咧，佢哋就希望係廣泛形成一個綠色生產生活嘅方式啦。咁嗰個碳排放達峰之後咧，穩中有降啦，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咁呢一個亦都係即係去到35年都係一個即係幾明確嘅目標啦，可以話即係希望就係30年其實碳達峰之後咧，其實係應該係嗰個污染排放啊係應該會越嚟越低啦，同埋嗰個生態環境真係會好轉，咁令到人民嘅生活方式咧就真係有根本嘅改善，咁就唔係即係純粹係譬如你啲工廠仲係有好多排放，咁你其實人民嘅生活就算越嚟越有錢都好啦，咁佢哋嗰個生活素質或者可能佢哋健康指數啊各樣嘢都會都未必咁好嘅。咁佢就希望喺35年嘅時候咧，真係一個比較全面啲，見到因為產業嘅一啲低碳嘅轉型啦，令到人民嘅生活都會有一啲根本性嘅改善。即係可能你未必睇到，但係可能係一啲指數上即係見到人民嘅生活係冇咁受污染影響啊。等等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啲好重要嘅一啲佢哋喺一個國家發展層面上面嘅一啲指標咯。咁所以佢就希望本世紀中葉即係2050年啦，其實咁個生態文明就全面提升啦，綠色發展方式同埋生活方式都係全面提升、全面形成，咁可以達到呢個深度脫碳啦。咁令到個生態環境健康優美。咁佢其實我諗同其他國家嘅即係睇到佢哋個框架有啲唔同咧，就係佢真係一個好comprehensive 啦，同埋一個好 overarching 嘅一個框架嚟嘅，就唔係淨係純粹對一個即係業界業務上面即係經濟發展所達到嘅一啲脫碳啦，而係喺環境嘅改善方面咧，即係生態環境嘅改善嘅治理啊，各樣嘢嘅都希望係得到完善嘅。咁呢個就係國家嘅一個角色，佢一定要做嘅，因為其實喺尤其是即係中國啦，咁其實佢哋嗰個生態環境咧，其實都係由國家去管理啦，同埋指導啦。咁佢就希望產業嗰邊其實佢都係 focus 翻佢哋自己喺經濟方面嗰個提升啦。咁所以變咗國家就會喺呢一個框架裏面咧，就擺好重嘅 focus 去睇翻佢哋嗰個生態環境點樣可以改變，點樣可以將啲排放可以減少，或者甚至係將佢管理得好啲。咁由呢一個咁樣嘅 timeline 咧睇完之後咧，你就會睇到其實佢哋嗰個佢想睇到募集呢啲資金嗰啲綠色資金究竟攞嚟做咩咧？就係真係去擺翻喺呢一啲
呢一啲唔同嘅即係對生態環境管理嘅一啲方面咯。咁好有趣嘅，其實同其他一般你睇到嘅框架都有啲唔同啦。其實咁佢有幾個即係綠色項目嘅類別咧，其實都值得我哋去探討一下嘅。咁第一個咧就係講緊清潔交通啦。咁清潔交通就基本上係一個幾典型喺綠色框架你會見到嘅一個項目嘅類別啦。咁就清潔交通咁顧名思義就係講緊佢哋清潔能源嘅車輛啦。咁佢哋會有建設啦，或者佢哋有成個生產嘅產業鏈咧，其實佢哋都可以都需要去推進呢個清潔能源嘅車輛。咁你睇到好多EV 嘅推進啦，咁亦都有氫能啦。咁其實呢啲唔同嘅所謂清潔能源嘅車輛嘅投資咧，其實都可以係其中一個綠色項目嘅類別。咁呢個係好清楚嘅。咁佢亦都指到明咧，就我哋唔係講 hybrid， 我哋係想講緊純電動嘅汽車啦。咁hybrid 都可以有。咁但係我諗即係佢哋呢一個合格條件咧，其實佢都會根據翻佢哋2021年出嘅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嘅睇翻對應嘅類別咧，咁去 match 翻嘅。咁佢哋就呢一個項目裏邊咧，又唔包括即係專用於運輸化石燃料嘅項目。咁變咗其實佢都想 align 翻國際嗰個標準咧，就算即係你可以生產好多清潔能源啦。如果你啲清潔能源嘅車輛咧，都係攞嚟做一個即係運輸化石燃料嘅作用嘅話咧，咁其實就變咗有個折扣咯。變咗你就其實就唔應該將呢啲活動啊，或者呢啲項目咧去納入翻呢個綠色項目嘅裏邊嘅。咁呢個清潔交通就比較清晰啲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其他嘅項目咧，其實其他項目就係包括可持續水資源同廢水管理啦，生物資源同土地資源嘅環境可持續管理及修復啦。咁即係講緊植樹啊各類嘢啦。海洋生態保護修復啦，污染防治。咁最後就係資源循環利用。咁我會覺得幾有趣嘅一個現象就係你見到佢真係主打呢一啲非產業類嘅一啲管理項目咯。因為呢啲其實即係一路都係由國家去資助，或者去國家去負責翻呢一類呢啲唔同生態環境保護嘅一啲項目。咁會睇得到其實中國嗰個綠色發展嗰個思維就係係啦，國家就係負責去修補翻嗰個生態環境破壞啦。咁而經濟發展嗰方面咧，其實就交翻產業嗰邊去負責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好大嘅特色啦，喺呢個綠債框架嗰度係可以睇到嘅。咁但係即係出個框架係一樣嘢啦。咁當然咁大個國家，你出60億嘅綠債去做呢一啲唔同項目，其實好快就用完嘅啦啲錢。咁所以其實都即係呢一個框架其實都似係俾一個指導嘅作用，去指導翻地方政府多於佢真係有發綠債嘅需要咯。咁當然亦都係如果做一個咁國際性嘅一個框架嘅話，其實佢意思亦都係想同國家即係去同唔同嘅國家啦，展示翻佢哋嗰個綠色發展嗰個 progress 係去到邊度咯。咁其實呢一個框架變相有個咁樣嘅前背景啦。咁其實都俾咗唔同嘅地方政府咧提供咗一個好明確嘅指導方向嘅。咁作為國家層面嘅一個政策文件啦，咁亦都係已經發布咗喺國際層面上面。咁佢就可以幫地方政府都制定翻一啲綠色發展嘅策略，咁啊提供咗一啲參考。咁亦都確保咗唔同地方咧去推動呢啲綠色項目時候咧嘅一致性同埋協調性。咁其實呢樣嘢咧就係好對國家嚟講咧就好重要啦。因為成個即係中國咁
咁多地方啦，亦都咁多政府喺度管理嘅時候咧，其實國家有一個咁樣嘅框架去推出嚟咧，其實亦都係俾咗一啲指示俾啲地方政府，就話俾佢聽，其實呢樣嘢咧，其實大家都要開始重視啦，同埋要真係開始推動，並且要有資金去投放先可以做到一啲成績出嚟咯。咁呢一個框架，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都幾即係對於中國內部嚟講啦，或者外部嚟講咧，其實都俾咗一個好明確嘅一個資訊，就係話其實中國而家面臨緊一啲乜嘢嘅核心嘅環境問題。咁當然佢冇否認過，其實有經濟嘅發展就等於佢某程度上都會有一啲環境嘅破壞。咁比較嚴重，真係影響咗人民嘅生活質素咧，就係譬如一啲空氣污染啦、水污染啦、一啲生態系統退化，呢啲其實都係每一日都係影響住當地即係國家人民嘅生活質量。咁當國家其實咁重視民生呢一個議題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框架咧，亦都係好想俾翻一個 commitment 俾佢哋嘅人民，就話俾你聽，其實嗰個即係經濟發展得嚟嘅一個副作用就係一個環境嘅污染咧，其實國家都係好重視嘅。咁所以呢一個喺呢個框架裏面，其實都已經深刻列出咗呢啲核心嘅環境問題係啲乜嘢。咁國家亦都知道佢哋係需要做好多嘢去繼續去改善嘅。咁雖然佢哋嗰個進展成果其實都好顯著啦，即係如果你睇翻佢哋嘅一啲成績啊，即係睇到佢哋譬如頭先講黃土高原嘅修復啦，講翻啲空氣污染城市裡面嘅污染啊，各樣嘢其實佢哋都好多時都已經有開始着手去解決㗎啦。咁但係都其實國家都明白其實係未足夠咯，因為始終個國家發展係會繼續會行得好快，咁所以都唔係咁容易話可以一時三刻可以改善到人民生活。咁所以其實變咗呢個框架，其實俾咗一個幾指標性，即係唔係淨係對業界，唔係淨係對經濟，而係對人民都有一個commitment 喺裡面，就係話要改善到佢哋嘅生活質量咯。咁因為就算佢好多時就係講翻轉頭，就係你有錢，如果你因為污染好多嘢，令到你有病或者行動不便嗰樣嘢引發嘅問題咧，其實都可以令到國家有好大負擔咯。咁當然我覺得其實個框架咧，今次作為第一個框架去即係出去俾國際睇咧，其實我覺得當然為中國嘅綠色金融發展奠定咗基礎啦，但係都有一個進一步嘅改善空間咯。即係譬如個框架真係要而家係比較重視嘅一個純綠色嘅項目嘅，咁其實有好多產業咧都係喺一個轉型嘅階段啦，譬如鋼鐵咁樣，咁佢哋都好需要即係國家嘅一啲支持同埋認定啦。咁所以其實一個框架其實都我諗進一步嚟講，當然唔需要一步到位啦。咁但係咧睇翻個趨勢咧，咁當然其實要再進一步優化嗰個框架啦，咁都要加翻一啲轉型類嘅項目。咁但係當然而家講嘅 transition finance 其實喺世界裏面都真係唔係好promote 得到咯。咁因為其實即係都係一個幾複雜嘅一個話題啦。我覺得有時就將簡單嘅複雜化啦。咁即係成日都想有一個好即係好滴水不漏嘅啲 standard， 咁但係其實都每個國家個發展唔同，咁佢哋嗰個產業嗰個升級又有唔同嘅方向，咁其實都好難話要有一個好 definitive 嘅一個定義咯，對轉型項目嗰方面。咁所以呢樣嘢其實都係sustainable finance 個 industry 要諗一諗嘅。咁係啦，咁呢樣嘢其實除咗地方政府啦，咁其實當然銀行方面咧，亦都會好 alert 啦。咁當中國都自己都開始發綠債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國內銀行其實都有出綠債嘅。咁但係因為始終佢哋嗰個即係模式都可能唔同啦，咁有國際慣例又唔同啦。咁今次如果內地即係中國
國家層面咧，佢財政部自己出一個綠債咧，其實對佢哋嗰個、推動綠色發展嗰、個效果咧，都應該係好明顯嘅。咁國內亦都應該要加快去發展佢哋自己綠色金融產品嘅產業啦。其實我自己嘅了解咧，其實內地都開始希望可以推多啲綠色金融嘅。咁因為其實嗰、個綠色項目嗰、個產業目錄咧，其實都推出咗好幾年㗎啦。咁當然唔同銀行、唔同地方有唔同嘅考慮啦。咁佢哋但係我諗，即係其實如果國家一出一個咁樣框架，佢自己都去發綠債嘅時候咧，咁銀行嗰方面咧，其實我諗佢哋都會更加積極去推一啲綠色金融嘅產品，同埋希望唔同產業都會可以即係做到多啲嘅綠色融資啊咁樣咯。咁係啦，咁所以今日就係講嘅主要就係講中國呢一個最新發布嘅一個綠色債券框架啦。咁其實真係幫國家提供咗一個即係幫成個國家嘅綠色發展提供一個好重要嘅政策指引啦。亦都係因為係一個國際性嘅一個框架，咁所以就變得尤其之重要啦。咁佢亦都喺個框架裏面，其實都列出咗即係佢哋核心環境嘅問題，同埋即係知道嚟緊咧，其實我諗呢個框架咧都會繼續去一步一步咁樣發展落去嘅。咁今日講嘅嘢就咁多啦。大家好，咁啱呢個禮拜咧，中國佢就出咗一個最新嘅綠色債券嘅框架啦。就係基本上係國家第一個發出嘅有關綠色金融嘅一個指導嘅框架啦。咁呢個框架咧，就佢喺倫敦嘅時候已經用咗去嚟發債㗎啦。咁啊發咗超過60億嘅一個綠債啦。咁今次呢一個新聞咧，其實都係一個幾指標性嘅一個報導啦，因為其實國家咧，其實之前係從來都冇發過綠債啦，呢次係第一次啦。咁其實好多唔同嘅即係世界各地嘅國家咧，好多都已經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啦。咁其實佢都出咗個綠債。咁變相其實中國有一個咁大嘅經濟體咧，咁佢出一個綠色框架，其實都係一個國際嘅一個新聞嚟嘅。咁我想今日其實係睇一睇中國呢一個綠色債券嘅框架嘅一啲特色啦，同埋喺佢背後其實佢有啲咩考慮嘅。咁睇返其實呢一個綠色債券框架咧，真係延續咗佢本身國家對佢哋一個綠色轉型